表兄，你是从熏香堆里出来的，熏死了。哎，我这熏香可是寻古法特制，全程只有1份。你细细闻，难道不觉得我整个人仙风道骨，有魏晋名流之风吗？你是打猎呀，还是赏花呀？穿的比女子还花哨。哎，静儿，你守孝3年，闷在屋子里太久了，不懂欣赏。我这可是最新式的猎服，我寻了全城最好的裁缝，亲自盯着缝制的。哎呀，幸亏阿莫今天有事没来，否则呀，就见你这身打扮，二话不说，砰，打飞了再说。哈，还好你那丑侍卫没有来，否则表兄才不陪你打猎呢。如此春光明媚，莺歌燕舞，城中多少美人等着我风花雪月，吟诗作对呢。谁不知道我表兄呢？是风流倜傥，灌溉精华。可惜啊，要您在这荒山野外的陪我骑射，实在是太委屈你了。哼，看在你我青梅竹马的份上，我也就勉为其难了。我今天特意给你安排了很多猎物，保证公主玩得畅快，好好散散心。太好了，表兄盛情难却，静儿岂能辜负啊？今日必定要满载而归。哼，走，走。这。你要哪里跑？走！静儿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不知是谁射箭，险些伤到我。你是谁？为何暗箭伤人？哎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明明是我救了这位兄弟，你还怀疑我，说我暗箭伤人？那箭是不是你射的？当然不是了。如果我要害你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救你呢？少听他狡辩！这林中全是我们侯府的人，只有瞎了眼的人才会错射我们公子。就是，依我看，这小子就算不是射箭之人，也定是同伙。这位军爷，我跟你们素不相识，我为什么要加害这位公子呢？我只是路过，救人也是顺手而已。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都跟我王爷无关。各位告辞了。事情未弄清楚前，走不得。射！刚才暗箭之事事出突然，我们才会有误会，请兄台见谅。你终于相信不是我做的了？兄台武功高强，如果真要对我不利的话，早就已经拔刀了。是我们误会兄台了。不要紧的，只要你们相信不是我做的，那就行了。刚刚就是那白影害我摔下马的。射箭之人和那东西有关，追！是。
你们与我皆同类，何必这样苦苦相逼？你迷恋红尘，滥施法术，取人心窍，有违修炼之道。哼！我杀的那些人都是贪婪好色之徒，留着他们的性命只会祸害人间。我这样做难道不是一种善举？一派胡言！捉你回狐族，自有狐族长老们处置。小薇，如今你灵力已损，连维持人形都困难，劝你还是乖乖的伏法，少受点苦楚。哼！想让我束手就擒，休想！静儿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看他的样子也不是坏人，那一钱应该也不是他赊的。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江湖险恶。你不和我一样，连京城地界都没出过，哪里知道什么江湖啊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你一个金居。我现在是公子，公子，公子。这位公子，你肯定那团白影是往这边来了吗？哦，千真万确，我确定那个白影就从这个方向来的。奇怪啊，我们绕着绕着，又回来刚才那片林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这棵树，有2个断叉。刚刚我经过的时候还特别注意了一下，现在我们绕了一圈，又回到原地了。糟糕，那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还有什么说法？只怕是民间流传的鬼打墙。鬼打墙？鬼打墙？冥顽不灵，非要吃尽苦头才肯就擒。想让我跟你们回去，除非把我的尸首带走。你宁可自毁元神，也不肯回狐族。我的命自有阎罗王来收，想要我回狐族受你们羞辱，妄想！你是狐，非人，沉迷于凡尘，难道是为了已死百年的那个男子？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申哥，200年前，你一片痴心，宁可放弃修炼1000年的妖灵，也要救王生一命。但他终归是肉体凡胎，寿命一到，自然是命归黄泉。你一心贪恋的人，早已经是一副白骨了，你又何必苦苦执着呢？这不可能，申哥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，申哥。王大哥，王大哥，你别走，是我，小薇。生哥！哎呀，怎么转来转去还是这个鬼地方啊？嗯，表兄，你平时不是吹自己才高8斗吗？那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们怎么才能出去啊？这鬼打墙还真是邪门，我这才却也用不上啊！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你脖子上是什么呀？好像被什么动物抓了似的。既不像狗咬的，也不像猫抓的，这到底什么呀？这是我的胎记。胎记？可真稀罕啊！竟然有这般形状的胎记。兄台，莫非你是个异世奇人了？我只是个普通百姓而已。我叫王英，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。我们王氏一脉单传，全是男丁，而且每个人脖子后面都有这块爪形的印记。至于是什么缘故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这鬼打墙真邪门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。走。哦，走。
沧海桑田，尘世种种，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枉你修炼千年，竟不懂得如此浅显的道理。不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即使修炼千年又有何用？即使我与天地同守，也不过是苟延残喘。小薇，任凭处置。哎，兄弟，没事吧？表兄，小心！是申哥，申哥有危险。啊不，申哥的，他已经死了。没错，是他。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去救他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们这帮无情无义的家伙，快放我出去！申哥，你放心，小薇是不会让你有危险的。我想办法救你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妖怪呢？那个妖怪呢？妖怪被王大哥打走了。好了，先别说了，天快黑了，我怕那个怪兽会再回来，我们赶快离开吧。啊，好，怎么样？没事了。哎，我背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就行。哎，别这么婆妈了，来。下来！你下来啊！哎，今天不知道撞什么邪了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待在城里玩乐呢。今天要不是王大哥，我们早死了好几次了。王大哥，还是放我下来吧。哎，对，下来啊！快！怎么样？没事了吗？来，哎，脚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今日多亏王兄相助，我们才能化险为夷，在下木子李，单名一个镜子。他呢，是我的表兄萧阳。幸会。今日救命之恩，我们表兄弟必定好好报答。哎，是啊，大礼相谢。哎呀，我都给忘了，谢了，萧兄。其实两位言重了，我也是碰巧遇上。既然大家有缘相识，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？王兄侠义心肠，小弟佩服。不过今日的遭遇惊险纷呈，实在是我经历的最精彩的一日了。
是啊，的确够精彩，阴差阳错，死里逃生。王兄说我们有缘分，我看我们呢是倒霉的缘分。倒霉什么呀？大家都是英雄好男儿，虽遇险境，却因此不打不相识，共历生死之劫，这可是上天安排的大好缘分呐！王兄，你说是吧？没错，萍水相逢便是有缘，难得患难与共一次，更是天大的缘分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什么缘不缘分了。静儿，我们出来这么久了还没有回去，家里一定很担心。我们先回去圆了场再说吧。哎呀，反正回去也没有什么事，哎呀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你没事，我有事。你父亲他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担当不起啊。我看两位公子都受了轻伤，还是早点回去找大夫好好看看吧。我还有事情，先告辞了。没事吧？王兄，那你是要去京城吗？是啊。太好了，不过今天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相约明日把酒轻谈，如何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和表兄做东，好答谢王兄救命之恩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你成何体统啊你知道他什么人啊？还相约明日，这成何体统啊啊！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